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erence 啊。咁喺復活節除咗長假期去旅行非常之熱鬧呢，咁喺新鴻基嘅西沙 Sirius 咧，亦都係非常之熱鬧噶。咁喺15號咧出咗第一張價單之後呢，而家到今日嚟講呢，已經有超過4000個認購登記啦。咁啊，屬於非常之熱鬧啦。咁所以發展商喺琴日18號亦都加推咗2號價單，咁推出咗80伙出嚟嘅。咁同時咧，亦都將頂層嘅特色戶咧，亦都會話慢慢咁拎出嚟啦。咁首先第二號價單咧就有80伙，咁啊折實平均尺價咧就係10,888蚊，咁啊算係一個原價加推嚟噶啦。咁今次加推咧有20伙嘅一房、25伙嘅兩房，同埋35伙嘅三房，仲有第一次推出嚟嘅700尺3房一套連儲物室單位。咁細嘅單位入場單位咧就有5座嘅一樓 G 室啦，咁301尺嘅一房單位，咁折實咗嘅價錢咧就係307萬左右。咁尺價最低咧就係 Aqua Avenue 第3座嘅 G2 樓 H 單位，523尺三房，折實尺價咧就係10,085蚊嘅。咁除咗2號加單之外咧，我覺得值得留意嘅就係3座有4伙嘅特色單位咧，都會慢慢拎出嚟賣噶啦。咁佢哋嘅有3伙嘅間隔咧，就係3房一套加工作間連洗手間，就係 T329A 嘅768尺52尺平台，再加589尺嘅天台。咁 T329B 743尺，再加57尺平台，連一個519尺嘅天台。咁 T329C 701尺58尺平台，再加484尺嘅天台。咁而最後一個咧就係 T329D， 佢係一個4房2套緊廚設計，996尺276尺嘅平台，再加762尺嘅天台。咁呢幾個單位咧，我都覺得值得留意嘅。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資料，或者呢啲天台特色平台嘅參考價咧，歡迎可以隨時聯絡我。如果想入飛或者睇示範單位咧，亦都可以揾我。咁如果想知多啲 Sirius， 記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埋俾呢啲朋友，俾佢知多啲睇多啲。咁我會 keep 住繼續做多啲新嘅片去關於 Sirius 嘅。我係中原地產西貢分行嘅 Terence。